南投131线是小接玻璃甲鱼池的重要道路，4.7公里牛洞段路段因为山壁石崩落来，县政府就安炸石头的网仔。去年洪灾受损，搁做新的，本地今年7月份要完工，却拖到即马也未做好，封路做工程也引起民众不满。 山壁顶风土少的防护网，有的已经设好势，有的煞还未搭。南投玻璃131线牛洞段路段4.7公里的所在，防护网破去，原地是今年7月份换好势，不过工程拖强要5个月也未好，期间道路讲封就封，引发民众的反弹。就是拢连续拢算拖较时间较长无，较紧赶做啊，无影响交通无，大家遮出入拢较无方便啊，爱多超半个小时的路程。 还走别条路就对啊。绕丽鱼池绕一大圈啊。南投131线是连接玻璃镇甲鱼池乡重要的道路，不过4.7公里的山壁常常有土石崩落。2017年就发生过土石落落来对着车意外，造成车失控弄山壁，驾驶重伤死亡。 2019年，南投县府伫遮搭上站的防护网，不过去年洪灾土石落甲真严重，致使防护网破去，到今也无法度完工，地方是批评工程单位急放放。 要人讲因工课有当时啊做到2点外就休困啊，啊变成讲有做哪无在做安尼啊，变成讲伊的工期一直拖延啦，啊造成阮遮足大的无方便啦。一部分的零件需要是进口的零件呐，材料还在海关那边审核嘛，进关。那预计下礼拜会施工啦。 大概月底会完工这样。南投县工务处表示，防护网有特殊的金属零件，需要向国外的工厂订。目前已经到台湾报关当中，但所有物料到位就会加速进行，按算后礼拜就会开始施工，这月底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